大家都係網球迷嘅話，今次聽到呢一單新聞一定會好興奮、好開心㗎。點解咁講呢？因為嚟緊澳門威尼斯人網球爭霸戰又嚟啦，今次仲揾到2位昔日網壇名將一齊嚟較量、一齊獻技添。威尼斯人網球爭霸戰將會喺10月25號上演，大會喺呢日就公佈即將會嚟澳門獻技嘅球星，當中就以阿加斯同辛帕斯最令人期待啦。將會到訪嘅仲有哈里遜同埋班比2位明智星。I think with the Venetian Macau Tennis Showdown,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unique and special every year. And of course, people love Andre Agassi. Agassi versus Sampras was one of the great rivalries of tennis. You had the baseline against the serve and volleyer, and these two players haven't played since they retired 7 years ago. So we worked very hard to make it happen. It will be the only event of its type in the world. It will be the only one. And of course, having done 2 of these Venetian Macau Tennis Showdowns in the past, Federer, Sampras, and then Borg, McEnroe, Federer, Blake, we had to think, how do we make it even better? The first 2 were so successful, and we thought Agassi, Sampras plus Yuki Bamri and Ryan Harrison, so the 2 best of the past with the 2 best of the future would make a very special event here in Macau. 再次舉辦咁高水準嘅網球表演賽，相信大家都唔會錯過機會去澳門感受下氣氛嘅。今次咁高水準嘅比賽能夠嚟到澳門呢，就能夠帶起澳門人呢對網球嘅興趣啦。就啲大人又可以帶啲細路仔一齊嚟參與，咁就有中意網球人士呢，就唔需要去到外邊睇到喺現場睇到咁高水平嘅比賽，同埋亦可以提高澳門人嘅網球運動嘅水平嘅。咁雖然東亞運動會係12先到啊，不過今日一班小學生就喺呢個青衣體育館率先為呢個東亞運動會打氣，俾啲氣勢嚟聽下你好唔好啊？見到各支啦啦隊着上別出心裁，配合東亞運主題嘅打氣服飾，加上精心編排嘅舞蹈，就知呢班學生同老師為今次香港東亞運動會校際啦啦隊比賽花盡心思啦。咁雖然每隊嘅表演時間只係得短2分鐘，但佢哋就出盡法寶，好似排球、足球，甚至風帆呢啲代表東亞運比賽項目嘅道具吸引評判注意，而展現香港東亞運特色嘅口號更加唔少得啦。經過一番龍爭虎鬥之後最終由聖公會柴灣聖米加勒小學奪得今次比賽嘅冠軍。身邊就係攞到冠軍柴灣聖米加勒小學啊！恭喜晒你哋啊！咁劉 Sir， 知道你哋排咗好耐啦，可唔可以同你講下你究竟今次比賽準備咗幾耐呢？其實呢，就今次比賽呢，我哋就排練咗2個禮拜啫，因為之前都有另外一個比賽，咁但係就話時間需要少，咁但係啲小朋友好有心機，好俾心機，因為我哋用晒我哋嘅午膳時間啦、課學時間去密集式去訓練嘅，咁佢哋見到佢覺得好出嚟個效果都唔錯，最緊要佢哋做嘅時候呢，係有信心，同埋佢哋嘅練習過程裏邊呢，好有耐性同埋好有毅力去做咯。終於攞到冠軍啦，非常之開心。咁不如問下身邊嘅同學啦。嗱，之後你可以為呢個東亞運呢，喺呢個進行呢個啦啦隊打氣啦。你自己心情點樣先？簡直係開心到冇得形容啊！冇得形容添啊！咁不如嗌個口號俾我哋聽下好唔好啊？1、2、3，東亞運動會成功靠大家！至於喺表演連風帆都出埋嘅東涌天主教小學最佳創意道具呢個獎，梗係非佢哋莫屬啦！咁我身邊呢，就係今次啦啦隊比賽贏咗季軍同埋道具冠軍嘅東涌天主教小學喎。咁側跟呢，就 Miss 關啦，Miss 關要問下你啦，其實同班小學夾咗幾耐先？如果由佢哋啱啱練習呢個新舞到依家，其實已經1年㗎啦。但係呢個比賽呢，就大約1個月左右啦。咁我知道你呢今次比賽用咗好多好得意嘅道具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先？個道具其實都係參照東亞運動會佢哋有需要嘅一啲嘅特別啲嘅活動啦。咁我覺得最容易去俾小朋友攞到或者出鏡容易睇到嘅係舉重啦、有踢板啦、有劍擊啦等等啦。同埋我哋奧運嘅冠軍李麗珊嘅風帆。而喺比賽之後，大會仲邀請到日本女子體育大學啦啦隊 Hansoi Cheerleading Team 表演㗎。咁相信同學睇到咁高水準嘅表演之後對之後有份喺東亞運動會上面打氣嘅隊伍必定獲益良多啊！好啦，我哋今日嘅活動已經嚟到尾聲，都圓滿結束。
港終於擁有首個配置熱身褲場同埋可以舉辦國際大型賽事嘅田徑場啦。咁喺邊呢？就係我依家身處嘅將軍澳運動場啊！而呢一日更加係亞洲格蘭披治田徑賽嘅比賽添。咁我 Eric 梗係同大家睇比賽。亞洲格蘭披治田徑賽頭兩站，蘇州站同昆山站嘅賽線分別喺5月23號同27號已經完成㗎啦。而香港站就係今次賽事嘅終極之戰，吸引咗嚟自21個亞洲國家同地區嘅精英選手爭奪呢個亞洲級冠軍寶座。而呢日佢哋更率先體驗香港東亞運動會嘅比賽場地，所以有份參與年底東亞運嘅選手都會視今次比賽為重點備戰項目之一。講翻呢日焦點賽事就有男子100米欄嘅決賽，排喺第3線就係參與過08北京奧運嘅中國選手史東鵬。上一站勇奪金牌嘅佢比賽去到第4個欄就有啲失準，最尾俾第5線隊友謝文俊以13秒74壓線成功。而史東鵬就以0.06秒之差屈居亞軍，謝文俊嘅成績亦都打破咗劉翔喺03年喺香港做出嘅場地紀錄。咁我身邊呢，就係今日參加咗100米欄嘅史東鵬，今日攞到第2名嘅成績㗎。咁史東鵬，咁你覺得今日自己嘅表現點呢？你覺得今天你的表現怎麼樣？今天表現還可以吧，出現點失誤吧，但係成績還可以。咁其實喺比賽當中啦，非常之激烈啦，攞到第2名，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究竟比賽過程係點樣呢？比賽起跑也非常激烈，然後出現在我第4個欄的時候出現點失誤吧，然後那個小師弟謝文具就是跑在前面了嘛，然後後邊追啊，結果最後也沒追上吧，就第2名。也不錯，取得不錯的成績。那接下來你怎麼樣準備那個東亞運呢？東亞運動會之前還有2場比較重要的比賽吧，然後世錦賽，然後還有全運會，然後接下來就是東亞運動會。另外男子100米 A 組嘅決賽，排喺第2線嘅徐之豪就係香港喺今次比賽嘅奪標希望。年僅19歲嘅佢喺上一站昆山站就勇奪銅牌，狀態大勇。睇下今次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啦？雖然佢喺比賽力逼中國選手蘇炳添，但最終只能以10秒55成績屈居亞軍，不過成績已經相當唔錯啦。至於女子100米 A 組決賽就有3位香港隊成員出戰，包括有第1線嘅溫健儀、7線梁巧詩同8線嘅林安琪。喺大師姐溫健儀率領之下，兩位師妹可唔可以做出好嘅成績呢？但係起跑舞攞有烏茲別克嘅選手古斯就已經率先帶出，輕鬆成為今次賽事嘅女飛人。溫健儀點睇自己今次嘅發揮呢？啱啱第1名衝過終點嘅呢就係。其實今日嗰個表現一般啦，咁因為可能嗰啲對手真係好強，咁自己又抽個線度排喺第1線呢，咁其實喺本地賽事就真係自己好少機會跑到即係開邊嘅線度，咁變咗好似比較上蝕底咗啦，因為唔係喺中間同啲即係可以跟到人嚟跑，同埋驚側邊個膊會有時即係會撞到，咁同埋我諗我哋今日主要目標都係喺接力嗰度啦，咁希望可以今日破到香港紀錄咯。咁結果香港女子接力隊喺稍後嘅4乘100米賽事以45秒83刷新新嘅香港紀錄，兼且攞埋銅牌，認真厲害。至於依家睇到嘅男子4乘100米賽事又點呢？第4線嘅香港隊成員包括黃家俊、徐之豪、鄧奕俊同埋葉少強，佢哋分別順序跑第1至到第4棒。睇翻佢哋喺呢項嘅賽事前2站有唔錯嘅成績㗎。喺蘇州站攞到銅牌之後呢，喺第2站昆山站亦都係勇奪呢個銀牌。睇怕喺主場可以再進一步啦。但係最終佢哋只能夠以第5完成比賽，泰國隊就成為冠軍。不如賽後聽下佢哋講下點解失準啊！咁我喺身邊呢，就係香港隊即係4乘100嘅代表啦。咁我不如問下第1棒嘅黃家俊啊，你覺得其實今次嘅表現係點樣呢？今次係冇跑得咁好啊，因為可能係壓力大咗啦，主場好想贏嘅情況之下就跑得反而緊張咗少少，所以影響咗個表現。不過唔緊要啦，都嚟緊仲係可以有好嘅發揮嘅。咁嚟緊東亞運啦，阿鄧奕俊，你哋呢 team 會點樣去準備呢？我哋嚟緊會有好多嘅海外集訓啦，同埋有啲即係海外嘅比賽去做呢個準備啦。咁嚟緊仲有全運會啊、亞洲賽呢啲大賽，可以即係俾我哋做一個熱身啦。即係嚟緊準備東亞運咁樣。咁期望你哋都仲會即係希望會有好嘅成績啦。咁葉少強，咁不如問下你點樣睇今次嘅場地呢？
今次嘅場地其實跑落就好興奮啦。咁因為始終都係新場，同埋呢個場嘅顏色就綠色啦，好有外國嘅感覺啦。咁希望同埋啲設施可以加多啲簷篷位啦，咁可以俾啲運動員可以遮太陽，唔好咁曬啊。咁希望嚟緊香港隊可以憑住主場之利有好嘅成績啦。香港代表葉少強，亞洲格蘭披治田徑賽香港站啊，係預備12月香港東亞運動會嘅大型賽事之一。咁最終比賽以破咗多項紀錄圓滿結束，賽事嘅籌委當然好滿意啦。嗱，整體上咧，我估我可以代表我哋工人員講咧，我哋大家都好開心，好享受今次搞，咁滿意嘅程度咧都好高噶啦，其實，咁特別睇到啲運動員做個成績出嚟咧，係做得好強，比起第一站、第二站咧，佢哋嘅成績係更好嘅。而我哋呢一班運動員喺香港俾我哋大開眼界啦，今日有19個香港嘅場地紀錄，即係話喺外邊嚟嘅人破嘅紀錄，咁都令人好鼓舞咯，呢樣嘢。